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在这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它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它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高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你换这个熊猫的已经10几年了，裴大爷在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经常来。第2年好久。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15年呀，就不是那时候。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武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1代巡抚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熊猫雷霸。他喂养的2只很小的2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只叫安安，一只叫盼盼。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它与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
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哦，水有点黑哦，连这儿看嘛，小一鸟。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武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人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巡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呢，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比如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是水鹿啊、灵蛇啊。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它这里边全是主翼子，它们吃主翼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组织、吃素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黄花。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猊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身就从头顶瞬间而过。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珙桐，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1级保护的、2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2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的得到恢复，不断的得发展。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
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儿来呢，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动物的保护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云华村现在当地老百姓对待遗产保护的态度，是世界遗产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生态环境好了，我们动物的资源就多，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我们生态环境的发展。杨本江曾在山间巡护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我前一下没驯服了以后，回来就搞了个自己搞了个农家乐。夏天讲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空气比较好。冬天讲我们这儿有个滑雪场，它就是很多年轻人比较爱好的是滑雪，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滑雪。转变在悄然发生。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关停的一个水电站。那为什么关停呢？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这次调查，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一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这样就高端端，打着就看。时代赋予我们邻里人的这个使命，各个时间段它是不一样。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核心的任务呢就是木材生产、研究。目前我们更多的就是森林资源的保护，然后呢，森林病虫害的防治、森林防火、森林复育，类似这类型的这个工作。
就是从事生态建设的工作了。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星星啊星星多美丽。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割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十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陕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是吧？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名山陕西、邛崃山陕西，还有大小祥林陕西，就是凉山陕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6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2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续存下去。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连接贯通。有松和华山松林，它的林下几乎灌木、草本都不生，所以就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线路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松和华山松林进行间伐，在林下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林，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林的翻越山林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域，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会去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根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的程度等级呢由濒危变成了易危。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弩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全国的小朋友，大家好 ，I'm John McKinnon. I came with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to work with your forestry officials to make a master plan to save the giant panda. Within the habitat of the giant panda,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are and precious animals and plants. The dove tree, the red panda, the golden monkey, the tarkin, and a lot of fantastic pheasants and endemic birds and plants. So by protecting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 we're also protecting a huge range of species of importance in Sichuan and in China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世间万物各有其法，人类曾在开疆拓土中，一边忙于重组地球生物圈，一边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幸，这一智慧的物种终于认识到，剑拔弩张绝非长久之道，和谐共生方能并肩前行。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千万年来的永恒命题，今天的我们用保护与坚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家园。从远古到今天，从眼下到来日，我们在这段携手共度的生命旅程中，共同书写着已知和未来。